好，大家好啊！咁今日咧就講呢一個美國嘅關稅戰。咁其實咧想講咗一段時間㗎啦，包括美國嘅一啲情況咧，我都想講咗一段時間。因為我發覺而家好多人咧係道聽途說咧，完全唔知發生緊咩事，甚至係曲解咗成件事。OK，咁美國嘅關稅戰係點樣嚟？其實就係佢講緊，包括喺2018年嘅時候已經係講緊㗎啦，係源於個貿易逆差嘅。咁你見到啦，成個貿易逆差最大係中國啦，因為中國係一個好大嘅生產國啊嘛。咁佢而家呢一個關稅戰，見到係全方位打嘅，佢想做啲乜嘢？佢成套嘢咧，其實係一個組合嚟嘅。第一，加關稅；第二就係減國內嘅稅，其實就話用嚟抵消翻個稅啦。喺呢一度咧就唔係一個重點嚟嘅。第三樣嘢就係製造業回流。製造業回流咧係好多人都知嘅，但係有好多人唔知點解佢哋以為咧要將全世界所有工廠搬翻去咧先叫做製造業回流，其實唔係咁樣嘅。第四樣嘢最重要嘅一樣嘢，但係最少人講就係減債。OK， 咁佢拎呢塊波出嚟咧，大家都睇到哇呢個數字非常之驚人啦。但係有好多人話啦，我都冇收佢咁多，佢點樣計出嚟㗎？佢有顯示咗呢條公式，真係有人走去計喎，啲經濟學家之類嗰啲又話佢呢條公式係唔啱喎。但係其實喺美國嘅媒體啦，甚至喺華文嘅媒體已經係講咗個真正嘅計算方式出嚟啊嘛。係你而家有咁多嘅貿易逆差，佢想將佢全部減一半啊嘛。呢個係真真正正點解呢邊係一半嘅一條公式。即係你可以點樣理解咧？就係用中國嚟舉例啊。中國喺一單貿易裏面100蚊會賺到我67蚊。我而家只容許佢賺34蚊，係呢一個意思，個百分比係咁樣嚟嘅。OK， 咁呢個解釋咗。第二樣嘢就係會減稅。你要知道美國嘅稅係非常之高嘅，所以點解佢認為減稅係某程度上可以抵消得到關稅嘅影響？當然呢個我係冇時間去詳細計啦，我亦都懶得去做呢樣嘢。而有好多嘅經濟學家啦，或者一啲學者同我講，應該係抵消唔到。但係呢個其實唔係一個重點嚟嘅。有好多嘢咧，佢只不過係叫做說服你啲人嘅。呢兩樣嘢佢一定要一齊做，佢唔能夠話加完關稅即係話知你啲人死噶嘛。OK， 咁第三樣嘢好重要嘅。製造業嘅回流，其實喺咁多年前，佢再上一次做嘅時候已經講緊製造業回流，但係好多人以為真正嘅製造業回流係回流到所有嘅工廠，包括啲衫褲鞋襪啊，咩廠都去晒嗰度做，甚至呢個好似係奧巴馬揾咗呢一個中國一間公司啊，係去嗰邊開廠啊，然之後拍一條紀錄片，話喺嗰邊開廠有幾咁困難啊咁樣。佢哋唔明，其實佢要嘅廠唔係你乜嘢廠都去晒佢嗰度啊。佢只係需要一啲高產值嘅廠，或者佢有戰略需要嘅廠去佢嗰度，其實就已經係足夠。例如係台積電，點解台積電要去？係有好重要嘅理由喺度嘅。而且你見到啊，美國嘅製造業佔佢 GDP 而家係呢度寫11啦，但係其實咧係寫唔入咗，唔夠11嘅。所以佢只要譬如去到12%。咁佢就可以講我嘅製造業回流咗10幾個%翻嚟啊！呢個可以係一個政治嘅宣傳口號，唔一定要有好實際嘅嘢做到。如果佢回流到20%啊，多咗1倍啊！我製造業咁作為一個口號講出嚟嘅時候，你哋啲人會唔會覺得佢呢樣嘢係廢係冇效啊？但係其實都增加咗好少嘅啫喎，佢唔使你好多廠翻去嘅喎。最後一樣嘢係最緊要嘅，就係減債。而家美國嘅債務係一個天文數字，係歷史上最高嘅。點解佢呢一任要減，佢上一任又冇諗住，好似冇講過呢樣嘢咁咧？因為喺佢卸任之後，拜登做2021年左右啊，大概係25未，總之係未到30呢度啦。但係短拜登做呢幾年咧，喺前面呢個位度多咗個位，所以點解佢要做話要減債呢件事係好重要。而家美國政府嘅債務支出啊，講緊1年就係1兆嘅美金啦。咁呢個支出係邊個俾咧？咁如果美債賣得出，其實都冇所謂喎。最大一個問題咧，就係美債又唔好賣喎。佢成個結構發生緊咩事咧？
成個結構點解佢要做呢個加關稅呢樣嘢？因為佢以前嘅做法就係、我係一個好大使嘅人，我係大使到養晒你附近我呢啲鋪頭噶啦，然之後我都會使到冇錢噶嘛，我使到冇錢就問你哋借，你哋又借翻俾我喎，咁我咪可以繼續喺度使喺你哋身上咯。呢個係一個叫做全球化嘅循環，但係而家出現一個問題就係你哋賺咗我嘅錢，但係唔肯借俾我，咁你咪有一環斷裂咗咯。當你呢一環斷裂咗嘅時候，咁佢作為一個我要繼續還錢俾你哋嘅人，咁我應該點做呢？咪就係唔使咁多錢啦。而佢令到自己唔使咁多錢嘅方法係乜嘢呢？我令到你哋啲嘢好貴，佢係呢一個邏輯嚟。佢嘅目的就係令到佢自己有錢去還翻嗰啲債，咁樣應該係唔難明啦。而有好多人呢，係唔知佢做咩，淨係不斷咁講，霸凌啊、欺壓啊。當然對呢一啲國家嚟講，佢可以咁樣覺得，但係喺人哋嘅角度嚟講，你令到佢一路運行緊嘅一個循環行唔到，咁佢改變做法唔係好正常嘅一件事咩？而而家真真正正有同佢對着幹嘅就只有中國一個國家啦。咁佢當然有所謂話同呢一個歐盟合作啦，但係你其實見到歐盟咧，又唔係真係完全同佢對着幹，佢唔係話真係好似你中國咁完全唔同佢傾，佢係有同佢傾嘅。所以你喺選邊站嘅時候，我相信歐盟係未必會選你中國呢一邊。而最明顯啊，係想喺呢一個事情上面攞着數啊，嗰就係越南。嗱，越南咧係第一個跳出嚟話免咗呢一個美國嘅關稅。當然佢一免咗之後，美國嗰邊就喺度話佢有太多嘅貿易補貼啦，單係零關稅係未達到佢嘅目標，所以達到佢嘅目標就係將佢嘅貿易逆差減一半啦。而好明顯，美國計完之後，佢唔認為免佢你零關稅已經足夠呢一個貿易逆差填補一半啦，所以佢話唔得啦。而越南咧，我相信咧，佢係會繼續同美國去傾，因為越南喺而家呢一個情況之下係最有可能可以食到中國製造呢一個份額嘅，因為中國有好多嘅廠啦，其實去咗越南啦，有好包括一啲係台灣嘅公司啦，都去咗越南啦，所以咧越南喺呢個時候唔同你中國企埋同一陣線，係一個非常之聰明嘅做法，因為同你中國企埋同一陣線，對佢一啲着數都冇，而反而啊，佢係要選邊站，直接企喺美國嗰一邊。呢個所謂嘅投名狀啦，其實唔係投名狀咁簡單。越南係好清楚邊個使得最多錢喺佢身上，而對美國零關稅對於越南嘅影響有幾大呢？因為喺越南啊，甚至係東南亞呢堆新興市場嘅國家，東盟呢堆國家咧，佢哋免美國嘅關稅咧，對佢哋嘅影響係非常之細，因為美國出口嘅嘢佢哋唔會買嘅，又可以好似以前咁出口嘢去美國，甚至出口更多嘢去美國。呢個就係人哋聰明嘅地方。而你可以見到啊，中國咧已經係做緊一啲嘅動作去控制個匯率嚟抵消部分嘅關稅。當然呢一樣嘢並唔可以抵消晒，你唔可能好快咁樣無限升嘅。如果唔係咧，你好快直接變成匯率操控國噶啦。另外一啲動作啦，嗱，雖然佢話呢間公司嘅產業鏈冇外移到，但係你見到唔係公司出嚟辟謠㗎，係官方出嚟辟謠。咁呢樣嘢就好重要啦。點解要官方出嚟辟謠一間普通嘅公司嘅產業鏈冇外移呢？其實好大嘅可能就真係如傳聞所言，我講官方禁止呢啲公司嘅產業鏈外移。所以你話中國唔驚咩？我覺得未必。而且你覺得中國仲有幾多牌可以打呢？當然有好多人話你而家美債都冇人買啦，咁你通脹又犀利，谷爆你啦。咁你哋要諗清楚，人哋係咪已經冇牌打喎？俾你睇一樣嘢，其實我呢樣嘢咧就係黃金嘅儲備。呢樣嘢其實我想講一段時間，因為黃金咧升咗一段時間啊嘛。咁點解黃金會升咁多咧？其實就係美國咧都入咗幾多黃金下。而家你見到美國黃金嘅存有量咧，係後面嗰幾個加埋都唔夠佢多。而德國咧
好似啱啱有新聞話咧，想攞翻係存喺美國嘅黃金，但係我相信未必會俾佢，因為之前咧係睇都唔俾德國睇嘅。總之你信我係有啦，但係德國好明顯而家聞到一啲即係戰爭嘅味道啦，所以佢都驚啊嘛。你如果真係一路都係冇硝煙嘅戰爭嘅話咧，去到某一個程度上，美元真係唔得，咁我咪變美金咯。可以金本位，而且你唔好忘記喎，美國係一個石油輸出國嚟喎，我可以石油本位，我唔單純係債本位啦，咁樣就可以穩定到佢嗰個美元。但係你中國係唔得，中國而家都係債本位噶嘛，咁你仲係咪可以學人哋用呢啲資源去穩定人民幣咧？你見到中國嘅黃金持有量係排第6嘅啫，你同人哋爭緊成7倍喎。咁你可唔可以做到呢樣嘢咧？大家要去多啲思考，唔好睇到啲傳媒就上晒腦咁，哇打佢啦咩咁？因為我見到包括中國啦、香港嘅網民啦，包括台灣啦，因為台灣都被加咗好多稅啊嘛。仲有馬來西亞嘅華人啦，佢哋俾啲華文嘅媒體荼毒到咧，完全係上晒腦啊！話仲台灣又軟弱啊，唔加翻佢轉頭啊！馬來西亞應該學中國咁企硬啦！我話俾你聽，最終最苦嘅就係你哋呢班人。你話中國去反制不斷咁加人哋關稅，冇嘢做嘅係你哋而家支持中國政府加關稅嘅呢班人，唔會係中國政府話加佢關稅嗰班人。嗰班政府官係你哋冇嘢做都要養佢嘅，你哋自己去諗下，唔好成日做一個愚蠢嘅人，一個聰明嘅人必須要先利己。OK，咁今日就講到呢度先。